哦，袂歹哦，袂歹，袂歹。无等到对。大家好，我是楚婷，嘛会使叫我阿婷。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乖吼，这两个人通食卡，所以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咱今仔日要包几粒哈？300外粒。 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哈哈哈哈哈，下半场人生，哈哈哈哈哈，几月拢无要紧，哈哈哈哈哈，下半场练习，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 较好的空气，较自然的环境，对我来讲啊，人生下半场上好就是自由自在，无烦无恼，逐工食饱困饱，迄就是上好的代志。啊，毋过我这回来到这客人的庄仔头，我感觉这个时代的下半场的生活，可能毋是常像我所盼望的遐尔啊无事，遐尔啊轻松。 有听到无？那到灶骹有声，来看这厝头家伊咧无用啥。钟大哥，哎，志婷，老赞，老赞，老赞，老即赞。马是咧传早顿的意思吗？我今日伫遐找迄个馒头安尼，今日较简单的呢。哎，就好食，好，你来看看，嘿，保温袋，小烫烫。其实吼，我每一回来甲食，我拢对这个灶骹足有 feel 的，你知无？过年过节时阵吼，阮找迄个年糕，如果是讲我阿公阿嬷生日的时阵吼，用这个来煮菜呢。哦，啊，唔对，我摕迄大鸡的迄个，唔对，迄个，迄边安怎讲煎食啊？煎食，嘿，对，安尼，那中坡菜共款的，啊，外口扣迄个落叶啊，柴火啊，烧烧的感觉讲真好用啊。嘛真环保，是，对啊，有内底，有啦，有咧烧咧保温嘿。哎呀，钟大哥，我知影，常像你们客家人啊，上慎终追远的对吧？吼，所以讲那早起起来是毋是爱拜拜烧香？爱烧香，啊，甲祖先烧香，啊，个迄个皇帝安尼，这是每天的日课安尼真重要安尼。啊，无咱就先来祖先拍食就好的吼，等下才来食馒头。钟大哥，你这伙房真好，这个位拄啊好，有一个这稻啊园啊，稻啊田啊伫遮。这一礼拜进前把它挂掉啊。哦，所以这四季真分明。无唔对，四季分明，景观都不一样，真水啊。就水的啊，对啊，啊，来拜拜。咱爱烧几张香？7张烧安尼。做工做婆啊，公阿妈，爸上吧，说好，哎呀，用真的该烧香哈，啊，保佑的子子孙孙哈，大家平安，大家发展哈。过来是要拜天公吗？哎，拜天公。
过来是要拜灶君吼。哎，灶神，哎，厝庭迄个灶神哈，伊拢讲祖君啊，祖祖君，祖君。好啊，我会记得吼，咱客家人吼，毋但是拜拜，啊，搁爱洒扫庭除，对无吼？啊，足重视这个内外的迄个清洁的环境。无唔对。所以刷落来是不是爱摒扫啊？爱摒扫。这几来讲吼，落雨啊，佮有起风安尼吼，啊，迄个水啊吼，落足济安尼。对啊。对。所以我今日扣，嘿，这2天无扣安尼。2天无扣了。2天无扣啊，涂骹拢是迄个水啊，安尼。嗯。钟大哥，哎，我感觉你足辛苦的。无。因为吼，咱抬头看来，咱做伙看一个。这丛水啊树有够滑的。有50-60担安尼。50-60担安尼。对啊，啊伊够滑的意思就是落果嘛，真济呢。我会记得吼，钟大哥，你唔那是伫咧古厝遮大，吼啊，转来生活。我知影。其实你较早吼上厉害是行销，转来的面拢是毋是嘛有，甲迄个在地小农甲斗相共？有，我伫面农吼开几6节课吼，主要是讲小农如何建立品牌这方面的啦。种的人有种的人的专业，啊，咱吼出一支嘴的人有出一支嘴的人的专业啦，嘿，都是斗销、斗卖啊、斗想空想空安尼就对。好啦，我看这规涂骹拢是，我莫搁记录啊。哦，我甲你同齐扣。哦，好，你甲我搭骹手就对了。哦，谢谢。我有看到迄间厝，足特别的呢。迄是较早的仓库，还是敢是低调落去改是啥哈？迄间吼，较早阮闽南人讲是烟楼。烟楼，对，就是阮烘薰啊用安尼。因为我爸爸迄个种迄个薰草，迄个薰草爱送入内底是炒烟叶。是吼。啊，所以即马内底敢会入去一个？会使啊。即马是一间音响室啦，即马是。这么享受。阮囝会把伊改装成一间迄个音响室啊。哇！钟大哥，你讲这较早是烟楼？一般是讲烟楼啦，啊，阮闽南人讲是烟楼。烟楼。烟楼，烟楼。宣烟的。哦。拿来宣烟叶。闽南的人吼，差不多6、7岁开始就爱做童工安尼。较早时代啊，差不多60当进前拢是安尼。6、7岁。啊，个足有气的呢，系啊，种迄个薰草吼，需要足济人工安尼啦。先讲一栋，我们讲一抽烟呢，哈，就是一灶的烟叶哈，从头到尾差不多要7天6夜安尼。你爱过迄个火啊，袂使火停安尼啊。了解。袂使火花起安尼。因为我知影就是嘛，另外爱有迄个补给部队啦，对啦，就是讲啊，今日困去还是啥，爱传食的互伊还是啥。差不多拢半暝拢家己煮安尼啦。哦，家己煮哦。迄时阵拢是阮爸爸佮从阮阿叔，因遐做这种的工课安尼。所以我感觉这烟楼吼有留落来，我感觉介好，迄个历史都袂去互伊砍起来，但是无去。
我觉得闽农就是一个足够水的庄仔头。哦，就是安尼有山有田，啊，还有几间厝。有一个作家哈，叫做苏国志哈。伊讲可以选一个台湾上水的所在，伊讲伊投一票给美浓。所以咱即马就是要来散步世界线嘛。去找阮妈妈哈。找妈妈？早起参下晡时啊哈，拢爱找阮妈妈啊，参伊开讲安尼。哇，真好真好哇！我上爱找时大。这是阮妈妈住伫遮。哦，哇，这树有够大丛的呢。哦，这张是大叶懒人啦哈。为什么咱无要入去？我满草啊吼，拢互我妈妈熟悉安尼啦，因为较早阮妈妈是做菜的人啊吼。来让她恢复记忆安尼。了解，这是一个真巧的方法咯。预防她老人痴呆安尼。是。安怎？呀，放咧草本看，唔看咱会记得嘛个草啊？金草。哎呦，牛筋草啊嘛。哦，牛筋几好啊。动厉害。做个算是本团，不然底下干哪个嘛？我一加一多啊。2加2咯。哦。3加3咯。我呢係加5加3幾多啊？5加3都8。哦。真的厉害。所以阿婆今年几岁？阿婆100歲誒。100歲。100歲。100歲啊！係100歲咧。可以安尼這麼健康，腦筋這麼好，有啥物撇步無？我做這。你講不要做工就好了。他是跟你開玩笑啦。不單單是講陪伴，較重要是愛對話、愛講話安尼。是。袂使講我家己看手機啊，對。互媽媽看電視，安尼時陣。無交流，對，頭殼會戇去。對，這是事實。因為吼，咱雖然講無法度甲媽媽顧好，交互活動來顧，但是活動顧的是顧身軀，但是咱時勢顧的是顧時代心，身軀甲心是無共的，心的部分就是愛時勢愛來顧安尼啦。咱来到这个所在，算是闽农的什么村？福安。那我们看到这边好多这个火龙果。这个是种火龙果的，是傅大哥，他种的非常的成功，这样子。火龙哥你好。你好，傅大哥。这东西灰林购火龙果的花，对不对？对，这花。这花怎么觉得跟那个昙花、乾灰好像？对啊，他们是同一系列的啊。他们就7点半开花，开到明天早上7点半，它就结束了。您说的7点半是晚上，按它7点半到隔天早上7点半。哦，所以真的跟昙花都一样。对，都是昙花，是它就只有一夜情。嘛是有一夜情，水一暝年就对啊啦。我养鸡养鸭给你们看。真正有呢，条标足够水。所以讲这鸡甲鸭拢是放养的，回世界走安尼。对啊。谢谢，安子生，幸福客气。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来给看，这中间的这片最好吃的。哦，这个甜度应该有17、18了。这样哦。超甜的耶，我看今天。拎到起鸡啊，我高兴哦。对啊，他们就不用被关着啊。他不用被关了，他就自己会自由的跑来跑去啊。这个甜度很厉害以外啊，我觉得是那个味道，就是咱无迄个灰林果还是红林果的那种臭气味，真的有一种清香跟甘甜。对啊。你好会讲。我是不是可以来帮忙行销啦？会种水果，还会卖水果，这中间说水果很重要。哦，对，品牌在说这个方面，说故事或说产品很重要。他是哲学家。哦，
对啊，人已经过了一半了，要折半了。哦，是这个折就对了。讲话要打折嘛，才叫做哲学家。啊，你拄到伊了后，你伫咧品牌啊，是咧销售行销，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有啥物转变还是调整的？就慢慢走到有机绿保的程度啊。到底什么是绿保？我唔捌听过，有机无毒，我拢知影，对啊。它就是要能够友善整个环境，让这个周遭的环境的众生都有他们可以栖息、生存的空间。了解，就是一个平衡嘛，可以这样讲吗？基本上有机是对人无害为主，是，但是对环境或对大地也不一定。不一定的。但我觉得真正把农业做好的还是在他们。就是一个本质爱好，你才有法度帮伊撒出去，安尼就对啊。照着那个窝哈，像青蛙的它的样子造型。对。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风啊，我这边有3个。啊，长像钟大哥，你转来高雄，六冬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哈。但是你转来就是想讲啊，要好啊，转来享受人生，享受生活。所无想到，那敢有较无用哦，那敢嘛有真侪代志想要做着无？会冲突的。没，因为人生今麦时代已经无共吼，较早70岁时已经算讲足老啊，今麦大家拢讲人生70才开始。对哦，打开始。是，啊，搁厝里是大人哦，拢算讲较长岁数吼。对啊，你讲妈妈100岁啊。100岁，所以我是感觉讲我搁还有20-30年可以工作哈。如果可以帮大家一些忙是应该啦。美容实在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江南水乡啊，江南水乡甲阮的小农、甲阮美浓的农业结合，应该是讲可以创造另外一番荣景。路那个会路一站嘛哦，吼，那个袂连伊就停啊。无啦。阿姨，咱面拢食是介久无就好啊。是啊，但是足热呢。虽然落雨，我看你嘛是做事做甲安尼大粒汗、细粒汗。讲有落雨嘛，足湿的。系啊，嘛翕安尼啦，翕。我看还有一支电风，我帮你送一下凉风一个。好，阿姨你做事会用的较舒适的。谢谢。对，免客气啦，这我敢若举手之劳尔啦。哎咻，嘛袂用吹伤强吼，微微啊风安尼就好。阿姨，你即摆吹这是牛肠啊？牛肠啊？但是我哪看到，唔那是牛肠啊，还有其他的，这是牛肚。牛肚。嘿，牛筋安尼。牛筋。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牛杂。牛杂啦。但是吼，咱店是几点开始开？3点半。晡嘛，3点。3点半。啊，为什么天才打光尔都爱无用啊？整理啊。爱整理。整理啊。起来无，有诶无诶啊，买菜啦，有诶无诶啊。有诶无诶啊，系啊。就是食诶要无用，吃诶要无用，对啊。哦。我要来用手机来记录一下，你这手势有够专业的。阿姨，我借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做这油汤、做这食的？哦，3、5岁就在饭店，
小碗甜、小碗甜，做到低，低了才就开始做，做到即马。阿姨，这切好啊，连续要做啥物动作？要机切，要机器就对啊。点钟哦，2、3点钟哦。你讲敢若切牛杂都要切3、4点钟。这台机器算是你的小帮手对啊。因为阿姨，你讲你十几岁做到这阵，哎呀，几工啊？你有算过无？你当啊哦，50外当啊啦，我这即马14岁、15岁，哦，啊，即马73，安尼偌济啊？那毋是50外当啊50外当啊哎？呀，半世纪啊呢！哇！干嘛呀？还有谁啊？啊，个球丝，啊个高赞塔，嘿，啊个甲一仔面的，放下底，啊个咱控4、5点钟的汤， 4点钟，系啊，好，好蛮好哦， ，OK，来，喂，你好，你好，啊，请用。头多人摕有点牛杂，啊嘛有点鱼啊，系啊，我看伊台鱼啊，他手就美，关系啊，关系啊哦，所以你来这间店来斗欢的时阵，就开始有台鱼啊，啊嘛有切牛杂，啥物拢有。大哥，你的台鱼啊，有没有觉得旁边有好多双眼睛一直看？蹲在那里的啦，还有埋伏在旁边的。来等我，想说，哎呦，什么时候可以进攻这样子？这些猫是最忠实的那个鱼杂清道夫。大哥，你把头多啊台的鱼啊，现在把它包起来，是外带的吗？哦，沙西米，我用冰格落去保鲜。阿姨在煮鱼仔汤吗？阿姨这鱼仔汤啊，是有加什么利手味噌吗？要蒸，有哈，有汤白白的。然后750，因为135，150， 750块。好，谢谢。好多啊，安尼，我看啊，前后后不到10分钟。差不多。系啊。 5分钟的。嘿，对，海鱼啊，到料理到交互人客安尼，10多分钟尔。哇，很快啦。嘿，所以讲吼，两个人分工合作真正足紧的。就问一个啊，后生安尼斗欢斗顾这店偌久啊伊哦，这要20档诶。 ？20档啊，嘿。啊，本来大哥是咧做啥？在工厂。伫工厂，嘿啊。啊，迄当阵咱会想讲要带这间店。让我爸爸整体，哦。就做家。老大。
的时阵嘛是拢伫店头在店里面睡觉啊，跟着你们做行李到这哇，真正的吼。无啦，无干嘛啊，十个。哎，在这边。就在这里。啊，底下家捆以前这边没有，哦，啊是有椅子还是什么吗？以前。是用藤椅的。对，了解了。王家豪来。哎，你好，这位是细汉的孙啊，细汉说这么大，这是大哥您的小孩。对。哇，好命。好。Hello， 多大了16岁。16，那就是高2了，高2。然后升3了。是哦。所以你是吃阿姨，算是阿嬷煮的菜长大的了。哦，我现在要吃他的哦，他回来会做菜给我们吃啊。真假的？哎，你才的。哦，你念餐饮的。如果想要挑好吃的，就会去妈妈就给他家的。哇，好命呢。西餐都会啊。你看阿嬷在你家辛苦这么辛苦，你自己觉得呢？有时候叫他喝啤他也可能也不太愿意这样。阿姨，我听到了。我当时啊有时候话我们讲没有用，对不对？要孙子讲才有用。对啊，那你就是休息要去哪里呢？很辛苦呢。休息很辛苦呢。哦，糟糕，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啊，没有啦，我当下都是我们讲平衡啦。对呀，我们叫做努力工作，努力玩。对不对？温金妈东西现在就在那个，以前没有啦。哎，较早人唔敢。弟弟在走的时阵啊，大哥你就在旁边看，对不对？嗯。弟弟会觉得压力大吗？他不会。还是这已经是很习惯的动作了。真的。还没有啊，出病。我感觉每一回来到这款老店啊，让我上感动的哦，唔那是迄个好滋味，其实是亲像即马安尼，就是无同的迄个世代，无同代的人做伙打拼，亲像即马阿姨伊算是第2代。啊，坐伫咧伊身躯边的是伊的孙，会甲阿嬷安尼开讲啊，做阵做一件代志，我感觉迄个精神有当时比迄个滋味搁较厉害，搁较力感，搁较会用打动人心。阿姨安走早安。今日不是休困日吧？哎呀，为什么搁开始咧无用啊？哎呀，过节啦。哦，孙，阿爸，安走，孙要上课啊？放起来耶。那么他都这样。拜拜。哇，孙上课。你上班，今仔日是休困日。哎呀！这你平常时拢家己一个人耕吗？哎呀，啊无话，叫啥？大家拢伫遐困。紧的哦，姨啊，我家己找位。好，阿姨安尼包，我安尼包。你较唔好包，你安尼较唔好包。会用的啦，反正我是加包，就是加赚到的啦。我包正经，我先记录一下，这算是阿姨你的休闲活动，对无？你的休闲的活动。哪有人把这做是当这是休闲的活动啦？今仔日咱的料有几项？香菇，虾仁、虾米，搁几项香港讲的？肉，点仔卵，土豆。土豆。咱今仔日要包几粒哈？
今仔日咯，包300外粒。安尼咱今仔日的休困日唔着，拢咧包粽。哎呀，我就休困得包啊，啊无做生意吼，要用有诶无诶吼，较麻烦。阿姨，我发觉到这个白粽的汤气啊，你安尼设计啊，根本就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嘿啦，对无？对，这个位啊，吼要安怎放？粽叶要放对，啊料要放对，嘿，啊逐个所在要安怎放？在哪里王国的咧？所以我问你哦，若休困你安尼有代志做，太好，有啥物要讲？有我当啊。啊无安尼你一啊坐咧吼，无头路做，足艰苦的。好啦，我嘛来倒包几粒啦。哦，我安尼拗啦，我安尼拗啦，我安尼啦。好，好，安尼我知。好，你安尼拗就安尼拗，嘿，啊这个碗用较大一刷，较底有料。嘿，要较济。安尼了，那一嘟嘟啊尔呢。对。阿姨即马咧帮我补救，这是我的第二粒粽。你个虾碗吼，互你弄我歹赢，坏掉了啦。坏掉了。若是有朋友食到这粒粽，做一料的。阿姨你讲这句，我有疏解我的罪恶感。若是食到这个粽，阿姨讲足济料的，但是咧有淡薄仔2266哩啦啦，要紧啦，甲你洗手啦啦，是的啊。长好食就好啊。啊，你有想过刷落来的日子要另外安怎安排无？比如讲，要啊，坐会安排啦。哪有聚会啦？啊，即马人人讲70，人生70才开始呢。该死，该死，该死，但是哎，该死，该死，无啦，开始啦。无啦。对啊，你袂想讲要安排你家己想要过的生活，还是即摆的生活都是你感觉上满足的生活吗？我做，我食就做啊。啊嘛，我你无讲，阮做这生意哦。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透早起来运动是真济时大开始一天的方式，但是亲像我的朋友胡老师安尼，哦，出来运动，搁大包细包，啊，搁炸相机，亲像安尼的人真正无介济。特别是吼，伊进前有一阵啊，身体健康有淡薄状况，煞互伊更加认真运动，啊，搁拍拼记录。我咧想，这应该有伊坚持的原因。有抓到他们北派的角度无？如果侧一点，两个人都这样喝水，然后吃，完美。可是无法度勉强，都是想象。啉茶啊，你啉者。啉茶。
啊，但伊两个，其实安尼嘛袂歹啦，安尼就差不多70分，啊，若是你讲安尼两个人，係佢有90分。誒98。哦，啊，你讲安尼。老师，你每一天拢会来这运动吗？差不多。差不多吼，啊，常像你来运动啊，我看你嘛就无用，你不专心哦。是安尼讲。对啊，人家运动都这样，就专注的安尼专心，但是你可能当的，哎呦，你也胸肌有点。我主要是第一拍照哈，嘿，翕相。翕相是乐趣啊。呵呵。好啊。那运动呢？运动就是重量训练。所以您的运动就是第一个走路，第二个就是背这些。我平常最缺的是重量训练，所以走路也是啊。走路2个小时就很够了。然后背2个小时，哇，回家很舒服。原来是这样。不管摄影也好，走路、散步、休闲、谈恋爱，这一段就是全程最赞的。精华。你看，哇。有时候拍完没有拍好，就会看着他们的后背影。万谈，万谈。这两个人烫加加，所以我跟老师拢要去。头拄我看到迄两位大哥啊，无穿鞋啊，烫加加咧行路，我就甲老师讲，这两位，啊，阮两个头拄啊，一起过，两边咧翕。我感觉就好笑的，对啊，因为吼都是咧翕相的人都是安尼啦，看到想要翕的物件，吼，伊就会感觉讲啊，记得爱把握这个时间。所以老师，你也特别来这运动，是因为这有题材可以拍吗？对，我会当运动，摄影又是乐趣。是，而且蒙大小这口，每一次来都有收获，都有惊喜。不过常像你安尼来运动来翕相，等下嘛，搁爱转去厝的无闲吼。要选片。所以工作室还搁有摊过要做吼。介济啊。介济，好啦，安尼今日我做你的小跟班哦。欢迎欢迎。哦，走你。好，演员，如果演员啦哈，好大件，阿姨一点呢，一块一块都是按房操作。后来哈，你去把迄个3×6，大概135个啊，哈，反正就转变怎么样，都有剪片器来剪好起来，都自己在剪好起来。老师，你今麦咧改这是什么片？什么记录？这是纵贯老师傅。那个纪录片，他不在了，但是他儿子都在屏东算是相馆界放大的龙头，所以我的所有的作品都依赖他儿子，是，所以他训练出来的都很强啊。印象中，在你整个记录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段旅程或哪一段那个记录是你上拍放袂记，让你印象上深的？民国68年10月万年溪，因为迄阵万年溪，县政府宣布说要加盖，迄阵反对的人也少部分。大家无能为力，我了准备记录，记录整个过程。我那时还用电影记录呢，
用电影呢，因为我可以参加国外的影展，让国外人知道说屏东人要把河川杀死，要消灭河川。整个过程是从有一点点愤怒，后来到心酸，后来到灰心，后来到振奋起来。我感觉吼，若是有机会，真的这个万年溪的构书吼，爱甲展览出来。嘿呀，让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咱讲历史的分裂啊，历史的轨迹这样子。那有没有最近老师你的记录，然后要展出的？有啊，是伫倒位？是咧四高水。四高水，我有听过五高水，但是你是五高水较来。哦，四高水。老师，我今仔日有时间哦，我今日做你的小帮手哦。OK。啊，无咱来收收诶，来对你的骹步，来看你咧记录啥物重要的人文。好。老师，这嘛是一间古早厝呢。老房子。邱逢甲亲戚是的厝，原生山啊，对哦，山也出来了。真正你看原生鬼，看就远的。但是老师，你伫咧遮翕啊，爱注意呢。咱咧讲双车路口、三车路口，这唔难呢，一、两、三、四、五。对对对对路口的。对对对。系啊。有当时啊，较专心的时阵哦。不要夹嘛，不要夹嘛。来，最好，最后，对。老公。像刚才他在中啊停顿一下。对啊，停一下咧看。感觉介好。有阿伯咧徛去买。我看到啥都会甲老师 Q 一个，啊老师就其实老师咧翕我讲介紧张，因为吼这真正足侪车的啦，所以老师头仔咧翕我讲帮你看有车无，啊无车我家己嘛紧翕一个安尼。咱来车啦。好啊好啊。来车好。所以即马大人无介济啊吼，即个真爱。无介济。无介济。你好。会不会打扰？我们两个，我们在地的。啊，你好。老师，你的展我看过。好，我这是展。那个展览。摄影展在那个美术馆。啊。都这样哦，因为我就很喜欢这些东西。他是您的粉丝这样哦。studio 杯酒，老师的杯酒，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被剪进来了。那叫做转角遇见啊。转角遇见，遇见的温暖。温暖。哇，好荣幸哦。自然。我看过您的88风灾，在美术馆。所以好有感，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投入那个区块当志工，是，所以看起来就很有感。那您怎么认出邱老师的？因为普通时啊，我们看老师的作品，知道作品，知道名字，但不知道他人谁最下面样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您怎么认得出是邱老师？我看6对风云杂志。彩虹给的对。那顺便对，要邀请。然后在那个六堆
六堆文化园区。今天你来到我家的前面，我一定要打一声招呼。就这么，人家说就这么，一切都刚刚好。缘分，缘分，台语叫缘缘分，分，他来讲缘分。缘分。我真的是，努力没有白费啊。老师，你今嘛有那个鸡皮疙瘩，给我赔，对啊，整个都没有想到呢，对啊。小钟，因为杨采妮的外婆家就在我家，所以你们方便在茶店，还要拍节目啊。我30年前，我20年前就看重点啊。我家舞堂现在是跟好像黄昏的时候光会打过来。你是不是上爱弄这款巷仔内的路？咱普通时啊看不到的迄个影像，人个背景，较特殊啦。嘛较生活感，比较生活感。因伫巷仔内底咧较无约束。伫咧即个巷仔内安尼翕啊，你有上惊拄着啥物代志咯？捉只狗啊啦！对，头拄狗安尼叫我嘛会惊咧。乖吼，乖。伫咧客人的厝的门面顶拢有搭一个龟牌的那个春联的，为虾米伫咧客人的门会搭这？这叫五福红。福红。福红。啊。五福红。有5个八仙啊。5个八仙来在这边，在门口保佑。好吧，我带你们到有机书店。这样有册店是无？嘿。好啊，安尼你带咯，我对你的脚步，吼。无想到伫个四角水的庄仔内会有册店。钟浩东哈。是先锋队的副总理。就是这个对啊，也走出。有秀光啊！来，你好。你好，加载。我发现吼，你遮唔是咧卖册。是。你遐有写哦，阮无要卖册，阮要用交换的方式。系啊，我感觉这个概念真好呢。阮讲是有机册店嘛，有机就是讲要就有机的那个绿叶这样一直繁衍发芽，所以阮强调是讲推广阅读的方式，阮是无咧卖册安尼啦。所以阮虽然阮叫书店其实阮真正做的是老街活化、地方创生。无怪你甲柯老师遮尔熟，因为其实拢是为咱地方来做一寡代志，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安尼就对啊。伊即届主要就是阮四姑巷弄影像传嘛吼，伊拢特别叫我找阮家10几个房内底有巷啊，佮伊要利用傍晚的时候，伊个拄好伊个日照黄昏，然后那个巷弄的阴暗点，佮有人物照，周老师真的不简单，很厉害。
叶叶秋黑叶叶，这就是即马去大师当咧无闲的代志，做这策展。哦，要坐这个位无简单吼，大家看伊安尼伫遐尿塌塌啦，无闲沏茶啦，哦，啊要搁记录，要搁确定迄个位哦，这是一个安怎讲？我感觉吼，无介简单的代志，通开，但是伊嘛是甲打落来安尼。老师，还 OK 吗 ？OK。看你安尼有当时安尼眉头一皱，哎呀，案情有点不单纯，是不是？因为有些有错误，错误。所以就是讲，一直到正式展出的前一刻，其实都还在忙，对不对？是。就是其实当策展人真正不简单，恭喜！哇，我们讲就是吃力啦，然后可能还有时候会不讨好这样。哦，真的，你要选出这些照片，哇，哦，绞尽脑汁，烧破头这样子。对，但为什么您愿意承担下来？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位刘安民老师是所有年轻一辈摄影界的导师啦。对我来讲，要测刘安民老师有这个展览是荣幸。我看你安尼遮无闲啊，为着摄影的代志，吼，为着创作，为着要记录客家的文化，好，您可以说是真是到处奔波，四界招走，对。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反而让您的下半场下半场零星的迄个生活更较无闲？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该无闲，但是我其实工作的时候，拍照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充满乐趣，这让我很疗愈。那就是摄影。